要要过年啊，嘉义中部镇安宫有办活动，写春联做红菇粿，佮牵2只马，互民众试骑来闹热迎接明年。大人甲囡仔围伫岛外边啊挂手锣啊，按照社区中部的指导，当咧体验传统的红菇粿要安怎来做。嘉义县中部乡中部村的镇安宫配合中部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伫庙埕来举办体验活动，要带民众提早来感受过年的气氛。红是一种福气的迄个象征嘛，所以咱过年拜拜啊，什么拢会用到红菇粿啊，什么让大家可以回忆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和这社区的妈妈他们也可以来参与。我觉得它粉丝的很 Q， 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做过，但是觉得很有趣。以前没有体验过红菇粿，然后因为又在那个庙埕前面做，所以就有过年的感觉。除了红菇粿体验以外，现场阁有30多位社区书法班的老师甲学生免费替民众来写春联。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阁伫现场安排2只真正的马仔，互民众来骑。头一届坐伫马仔顶面，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深刻。提供2匹马来这里让小朋友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常常那个完成骑马心愿的在这里这些人们来参与骑马活动。看起来感觉就是很震撼啦，就是有这个活动，我就很喜欢去尝试它，要不然我没有机会啊。在台湾骑马，你一定要到马场去啊。平常我们很少看到。镇安宫表示，庄卡人口的外流，地方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透过活动，唔但向少年人来延续传统的文化，嘛增加民众对在地社区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